1986年6月7日，阿根廷总统宣布释放咱国渔船宪德3号船员。这台渔船是到福克兰海域掠鳣鱼，和阿根廷海军拍沉去。阿根廷当局伫侦讯后，对船长提出公诉，19个无死船员是甲放回来。我国驻阿根廷商务代办处的人员已经抵达德沙苏港，协助并且慰问这20名饱受惊吓的船员，并且将采取有效的途径完成出境手续，使他们能够早日返国和家属团聚。1997年6月7日，咱国甲法国买换上2000战斗机伫新竹空军基地举行接机典礼，典礼上战机展示高难度的飞行表演。现在这架编号2004单座幻象战机正以时速145海里的高速滑行，70度大仰角爬升，随即展示各种飞行演练，包括十字筋斗、倒飞、向下滚翻。这批来自法国战斗机，因为有先进的空对空的作战的系统，驻守伫离海峡中线上近的新竹空军基地。